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9月22，马太福音6章26节安尼讲：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造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，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，恁敢无比因较贵重吗？三甲来祈祷，看愿比飞鸟甲世上万物搁较贵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你是阮生命的供应者，你是阮一切的保障，主啊！你看顾天上的飞鸟，你养饲田野的走兽，你落雨水润泽土地，主啊！你予一切拢伫你的恩典中来成长。互阮通伫中间来徛起，主啊，阮时常为生活来忧虑，心中充满不安，直到失去对你的信靠，总是你的话安慰阮，互阮通知影，你的确要看顾，也要供应阮的需要，因为阮的性命拢在伫你的手，主啊！空中的飞鸟，你拢安尼照顾，阮敢无比因较贵重？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